就是这个了嘛。他的衣服都是这些。你看他们是这个。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王富满的家，这个土坯房，然后已经很陈破了。这件衣服是不是你最厚的衣服了？是的。那你爸爸回来之前，你有多久没见到他了？差不多好几个月了。那你爸爸没在家的时候，你想不想他？想。你妈妈呢？跑掉了。你有一哥哥还是姐姐？姐姐。就这个吗？哦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王富满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